聲聲祝福，情真意切。我哋收到咗來自世界各地嘅賀電同埋賀信，佢哋跨越咗千山萬水，匯聚成今晚最溫暖嘅紅樓。下邊係宣讀賀電環節，讓我哋一齊嚟聆聽老師遠方嘅祝福同埋問候。有請我哋嘅大屏幕同步顯示賀詞。下邊請出我哋朱濕憲副會長上台宣讀賀電，掌聲有請。有請。尊敬嘅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中親朋友們，晚上好！今日係我哋紫陽熱懇百年華誕同第2屆世界知識尋根之旅，係我哋嘅大好日子。我代表台山市紫陽文化促進會向在座各位遠道而來嘅嘉賓同朋友表示最熱烈嘅歡迎同衷心嘅感謝。我哋呢次慶典，我哋榮幸收到海內外嘅好多嘅社團同機構發嚟嘅賀函，有紐約自配國行、波士頓自配國行、馬來西亞知識聯合會、緬甸熒光之家館、香港知識中親總會、廣東知識學實思想研究會、廣東省奇懇協會、廣西知識思想研究會、知子後裔聯誼委員會、鄂江北化知識聯誼會、台山市記國華僑聯合會、新寧雜誌社等等，每一份嘅賀函都滿注着深厚嘅情誼同真誠嘅祝福，俾咗我哋最大嘅支持同鼓勵。呢份情誼，我哋會永遠記喺心中。借此機會，我要向所有根心支持我哋嘅團體同個人講聲萬分多謝。佢係我哋紫陽熱懇百年華誕、百年傳承嘅新起點。面對全球嘅宗親濃濃嘅尋根之旅之庭，我哋深知責任重大，我哋本會必定不負眾望，以此為動力，更加落力團結海內嘅宗親，傳承和發揚我哋紫陽文化，推動家鄉嘅建設，等我哋寶貴嘅文化喺新時代綻放出更加燦爛嘅光彩。最後，衷心祝願嗰次慶典圓滿成功，祝願我哋紫陽熱懇薪火相傳，最闖輝煌，祝願各位中親君脈相連，情誼永固，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多謝。
謝大家。多謝晒我哋嘅朱七面副會長，亦都多謝晒嚟自我哋世界各地嘅我哋嘅宗親對我哋最衷心嘅祝福，多謝晒。百年薪火，連綿不絕，時代華章，再啟篇章。接落嚟，我哋通過一段嘅影像，共同回顧紫陽月刊百年華誕暨第二屆世界珠視尋根之旅啟動儀式嘅珍貴畫面。喺呢個時間裏邊，請大家將你哋目光投射喺我哋嘅身後嘅大屏幕，請播放。華誕暨世界知識尋根之旅今日正式啟動，我喺呢度呼籲全世界嘅知識中心們，11月約定你。紫陽月刊100年華誕暨知識世界尋根之旅今日正式啟動啦！我約定海外嘅僑胞們同我一起買定機票翻嚟參加紫陽月刊創刊100週年暨世界珠視宗親尋根之旅嘅啟動儀式咧，今日正式開始。咁啊好榮幸能夠參加呢個盛典。咁啊希望咧海內外嘅珠視宗親共襄義舉一齊參加呢個活動，血濃於水啊！珠視宗親。
通過回顧呢個精彩嘅畫面呢，我哋可以睇到我哋紫陽月刊每一次嘅慶典呢，亦都係非常之順利同埋隆重咁樣舉行。喺度都祝願我哋嘅紫陽月刊越辦越好，越辦越成功，好嗎？OK， 多謝咁。今日啦，喺我哋嘅慶典現場都有一位非常之特別嘅嘉賓，佢係紫陽月刊創辦人之一兼主編朱彬如先生嘅後人。咁剛才咧，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嘅啟動儀式咧，正喺朱彬如先生嘅故居所在嘅瀑布村。咁我哋以下咧就係順住我手個方向，我哋請出我哋嘅主持人一齊嚟訪問一下我哋朱彬如先生嘅後人，好嗎？好嘅，好啦，我哋親愛嘅各位宗親們，我哋各位嘅嘉賓們啊，咁啊望向我哋嘅酒店嘅門口呢邊啊，冇錯啦，咁啊呢度咧亦都係我哋所在嘅朱彬如先生嘅後人嘅我嘅旁邊嘅就係啦，咁喺呢個時間裏面咧，亦都係請佢同我哋嘅所有嘅宗親們一齊打聲招呼，自我介紹好唔好？俾啲掌聲大家好唔好？各位主持宗親們，大家好！我哋呢係朱彬如嘅家人同埋後代，喺呢度我哋好感謝今次紫陽文化促進會嘅同仁嘅邀請，我哋好榮幸可以參加呢個百年華慶慶典同埋第二屆朱氏尋根之旅。返到屋企，我哋覺得真係飲碗湯同埋親人嘅擁抱係一個好榮幸、好開心嘅事。祝大家今日歡聚一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有成。多謝大家。好嘅，多謝晒你嘅祝福，咁啊多謝晒你哋嘅出席同埋參與啊！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就將我哋時間交翻俾我哋嘅大舞台。咁我哋嘅紫陽月刊呢，喺自1925年創辦至今，已經係走過一個世紀不平凡嘅歷程。佢始終係秉承以愛聯絡鄉親，以愛團結僑胞，共同為台山建設作出貢獻嘅初心，凝聚着一代代有識之士嘅智慧、心血同埋奉獻。咁喺藉着呢個紫陽月刊百年華誕之際呢，台山市紫陽文化促進會決定喺紫陽月刊百年發展歷程當中呢，作出貢獻嘅人士給予表彰嘅。咁下邊呢係表彰我哋嘅服務獎。係，就談我方開。Okay，好啦，人士係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咁啊因為咧有啲嘅重要嘅嘉賓咧正在咧嚟緊我哋嘅會場嘅路上，咁啊所以咧我哋有少少嘅獎咧係要個次序咧就調一調佢嚇。咁我哋而家咧首先頒發嘅咧就係嚟自我哋嘅紫陽街模嘅我哋呢個獎先啊！咁啊，我哋得獎嘅就係嚟自我哋嘅譚錦芳女士，我哋掌聲祝賀佢，亦都係請佢上台接受我哋嘅獎項。並且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自我哋嘅朱翠鳳會長，我哋掌聲歡迎兩位。為媒，以心為燈，守望百年文物，凝聚着紫陽力量，以執着同埋智慧，記錄着宗親嘅榮光，讓紫陽月刊在時代嘅浪潮中熠熠生輝。多謝晒我哋嘅譚錦芳女士你嘅新人嘅付出，多謝晒。接住落嚟，我哋頒發嘅就係嚟自我哋嘅紫陽青鷹獎。我哋首先亦都係公布我哋得獎嘅名單，有我哋嘅朱定文先生、朱立忠先生、朱玉謀先生、理事朱偉科先生，以及係趙嘉玲女士，我哋掌聲歡迎佢哋上場。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自我哋嘅朱濕憲副會長、朱典新副會長，有請兩位。
才情同埋熱忱，為紫陽月刊注入新嘅活力同埋創意，以不根不絕嘅堅持，守護文字嘅溫度，傳遞紫陽嘅聲音。我哋將一齊掌聲送俾我哋紫陽青英獎嘅得主，好嗎？恭喜晒佢哋！OK， 恭喜晒我哋以上嘅獲獎得主嘅，恭喜晒！下面接落嚟繼續係頒發我哋嘅配角中堅獎，獲獎名單有朱偉新、朱執憲、朱典新、朱傑蓋、朱卓飛、朱永益、朱瑞湖、朱建威、朱宇健、朱平津、朱星發、朱玉漢、朱達添、朱添達、朱兆章、朱光威、朱卓區、朱宇三、朱石日、朱景榮、朱超雄，恭喜晒我哋嘅以上得主。下面都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朱翠鳳會長、朱景良榮譽會長、朱卓成先生上台為我哋嘅獲獎人士頒獎，掌聲歡迎！嚟，我哋掌聲歡迎！實幹以行動式全擔當，心係忠屬，以熱忱凝聚力量，喺配角事業嘅傳承同發展當中，以堅毅自治、厚德之心，成為紫陽中生間嘅中流砥柱。
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同埋我哋嘅得獎嘅所有嘅中親們一齊合影留念啊！咁啊，我哋分成兩排啦，好唔好啊？我們分成兩排，分成兩排咧可以噶嘛？好嘅，好啦，我哋所有嘅配角中堅們同埋我哋嘅頒獎嘉賓望住我哋嘅前面嘅鏡頭，嚟3、2、1，一齊笑一笑。OK， 我哋首先想差嚟一陣我哋台上以上獲獎配角精英獎嘅好嘅，好，精英獎嘅嘉賓們。好，請大家請就座啊！恭喜晒，恭喜晒！來，請大家請就座啊！OK，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話咧，我哋就要頒發咧，就係嚟自我哋嘅優秀通訊員獎啊！OK，好啦，咁啊呢個時間裏邊亦都係授予對子陽粵刊特別嘅支持人士，嚟自我哋嘅朱奕光先生、魏台平先生以及係黃少靜女士，我哋掌聲歡迎佢哋上台。繼續亦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自我哋嘅台山市民聯黨組書記殷永光先生上台，對我哋嘅優秀通訊員進行我哋嘅頒獎，我哋掌聲有請。記錄每一份溫暖，傳遞每一份力量。OK，好，有請我哋嘅得獎嘅優秀通訊員同埋我哋嘅頒獎嘉賓合影留念。這是掌聲恭喜佢哋好嗎？恭喜晒！接落嚟係頒發我哋嘅貢獻獎，表彰嗰啲為粵刊發展慷慨解囊、傾力支持嘅個人以及團隊。獲獎名單係我哋嘅朱正賢先生，掌聲有請。下邊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朱翠鳳會長上台，為我哋嘅朱正賢先生頒獎。朱瑞元先生係從2015年到2025年捐款人民幣10萬以上嘅，我哋再次掌聲送俾朱正賢先生好嗎？亦都多謝佢無私嘅支持，為我哋粵刊出嘅力量，強大嘅力量。朱正賢先生，佢以深厚嘅宗族情懷同遠見嘅賞識，多年如一日咁關心支持子陽事業，以擔當同奉獻為紐帶，凝聚宗親之心，弘揚子陽之光。多謝晒我哋嘅朱正賢先生，多謝你。下面請我哋嘅朱正賢先生留步啊！好嘅，好啦，咁啊有請我哋嘅朱正賢先生咧請留步啊！咁啊因為咧
接下落嚟，我哋要頒發嘅咧就係我哋嘅突出貢獻獎，咁啊亦都係從我哋嘅2015年至到2025年咧捐款嘅人民幣，係從我哋嘅5萬元到我哋嘅99,999元嘅我哋一啲嘅終身啊！咁啊，我哋獲獎嘅名單就係有我哋嘅朱景良先生，有請上台，仲有嚟自我哋嘅朱兆明、梅美雲伉儷，仲有嚟自我哋嘅朱翠鳳女士。仲有朱華昌先生，以及係朱卓成先生，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呢啲終身上台接受我哋嘅獎項。佢哋以行動實踐為初心，以奉獻凝聚終身之情，喺傳承同發展當中留下佢哋耀眼嘅足跡。OK， 好。OK， 有請我哋嘅台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白雲女士上台，為我哋頒獎，並且咧同我哋嘅嘉賓一齊合領遊列。我哋掌聲歡迎佢好。OK， 好，邀請我哋嘅李常委同我哋嘅所有嘅得獎嘅我哋嘅終身一齊合影留念。晒我哋嘅獲獎嘅終身們，恭喜晒！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係頒發我哋一個特別嘅獎項啊！咁啊，亦都係我哋嘅望族楷模獎嘅。咁啊，得獎嘅亦都係我哋嘅台上嘅朱正元先生。咁啊，呢個時間裏面，亦都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台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白雲女士，為我哋嘅朱正元先生係頒發我哋嘅獎項。
冇錯啦，我哋嘅朱正賢先生，佢以寬厚為德，以篤行立身，以慈愛之心凝聚忠誠，以卓識之才輔助後輩。朱正賢先生生平篤信修身齊家，以家國為念，以大義為先，係子陽望族中德業兼備嘅典範。多謝晒我哋嘅朱會長為我哋嘅李常委為我哋嘅朱正賢先生頒獎，恭喜晒。OK， 好啦，咁啊有請兩位繼續留步啊！有請兩位繼續留步。咁啊，以後咧都係頒發咧嚟自我哋嘅配角楷模獎。我哋得獎嘅就係我哋嘅朱翠鳳女士。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嘅朱會長。我哋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我哋嘅李白雲常委以及係我哋嘅朱正賢先生，為我哋嘅朱翠鳳女士頒獎，有請。我哋嘅朱會長，佢以非凡嘅熱忱同埋遠見，帶領紫陽月刊煥發新嘅生命力，以堅毅與溫情凝聚忠親力量，讓紫陽精神喺世界各地落地開花。佢初手初心與筆墨之間，行使使命於文化之路，以女性之柔擔文化之重，讓百年文刊續寫華章。再次恭喜晒我哋嘅朱翠鳳女士。OK， 好，有請我哋嘅朱正賢先生就座，我哋嘅李常委同埋我哋嘅會長咧，都係要留步一下。我哋繼續咧係頒發咧我哋嘅熱心貢獻獎嘅。OK， 冇錯啦，我哋嘅熱心貢獻獎咧就係從我哋嘅2015年至到我哋嘅2025年，為紫陽月刊咧係捐款人民幣8000元以上嘅社團啊。咁我哋嘅獲獎社團有三藩市朱佩國堂、三藩市朱斯德堂、紐約朱佩國堂、溫哥華朱氏宗親會、羅省朱佩國堂、波士頓朱佩國堂、香港朱氏宗親會，亦都恭喜晒以上嘅宗親們，恭喜晒你哋。OK， 有請我哋所有讀到名單嘅宗親代表係上台接受我哋嘅獎項，掌聲有請。我哋首先係宣讀三藩市朱佩國總堂、三藩市朱斯德堂、紐約朱佩國堂、溫哥華朱氏宗親會、羅省朱佩國堂、波士頓朱佩國堂、香港朱氏宗親總會。OK， 好啦，咁呢個時間入面，我哋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自我哋嘅朱景良先生，以及我哋嘅朱翠鳳女士。佢哋以真誠熱忱、以不懈嘅奉獻，為終身事業發展傾注心力，以遠見同擔當推動紫陽文化傳承嘅弘揚，以行動釋傳責任，以熱愛凝聚力量。再次多謝晒我哋世界各地嘅宗親對我哋紫陽文化嘅熱心貢獻。
OK， 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同埋我哋嘅得獎嘅代表團。OK， 我哋三藩市朱斯德堂嘅代表，我哋嘅朱宇湛先生請上嚟代表領獎啊！係嚟自我哋三藩市嘅朱斯德堂嘅代表啊！請上台 ，OK， 恭喜晒啊！多謝晒你。OK， 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同埋我哋嘅得獎嘅終身代表團嘅代表一齊合影留念，望住我哋前面嘅鏡頭，嚟3、2、1，笑一笑。好，我哋再次掌聲恭喜晒佢哋，好冇？多謝晒。好啦，咁啊，各位請就座。下邊繼續頒發嘅係由我哋嘅熱心貢獻獎，從2015年到2025年為紫陽熱巷捐款人民幣8000元以上嘅獲獎名單，分別係有朱天活伉儷、朱耀強、張允明伉儷、朱平津、梅賢添、朱麗清伉儷、朱石烈，仲有嚟自朱明謙伉儷、朱少華、朱宇湛伉儷、梅國倉、朱玉紅、朱英傑父子、朱淑區、尹愛群伉儷、朱煥君、朱家躍伉儷，以及係朱國一先生。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呢啲得獎嘅終親們，並且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嚟自我哋嘅朱翠鳳會長，以及係僑聯副主席吳文如女士。我哋掌聲有請。為終身事業注入無盡嘅溫情同埋力量，佢哋嘅奉獻成為後輩傳承嘅燈塔。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以及我哋嘅獲獎終身合影留念。我哋嘅獲獎嘅嘉賓，熱心貢獻獎嘅嘉賓們，多謝！亦都請我哋嘅頒獎嘉賓請留步，頒獎嘉賓請留步。好，我哋嘅得獎嘅終身請就座，頒獎嘉賓請留步啊！OK，我哋嘅音樂稍時係啦，冇錯。接落嚟咧，依然係我哋嘅熱心貢獻獎嘅得主，佢哋分別係有朱發俊同張同碧伉儷、朱超雄、朱建威、陳小蘭伉儷、朱執憲、朱怡共、朱若清、李詠文伉儷、朱百行、陳素蓮伉儷、朱電新以及母親李雙錦、朱景榮、朱永益、朱崇南、陳瓊珍伉儷、朱啟川、朱耀廷伉儷、朱石日伉儷、朱玉漢、朱真宇。好嘅，有請得獎嘅終身係上台接受我哋嘅頒獎，有請。冇錯啦，咁都係繼續有請我哋嘅朱翠鳳會長，以及係我哋嘅僑聯副主席吳文如女士，為我哋得獎嘅我哋嘅終身們頒發熱心貢獻獎。
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同埋我哋所有得獎嘅我哋嘅終身們一齊合影留念。嚟，我哋嘅鏡頭準備咯，望住我哋嘅所有嘅得獎嘉賓啊，望住我哋舞台前面嘅鏡頭，嚟3、2、1。好嘅，好，咁我哋都係有請我哋所有得獎嘅我哋嘅家人們請就座，我哋嘅頒獎嘉賓請就座。冇錯啦，我哋以上受表彰嘅人士呢，係我哋紫陽月刊100年歷程中嘅傑出代表，佢哋以強烈嘅責任、擔當同埋無私嘅奉獻精神，為紫陽月刊嘅創立、成長同埋發展作出咗不可磨滅嘅貢獻。佢哋嘅名字喺紫陽月刊嘅史冊上熠熠生輝，流芳百世，將持續激勵來者心志砥礪，一往無前。希望紫陽月刊社全體同仁受表彰嘅優秀前輩，香言終身為榜樣，堅守初心，不負使命，勇於擔當，不斷提升我哋嘅辦刊水平，以詩為情，以文為潔，聯誼海內外嘅中心，為建設台山僑鄉作出新嘅貢獻。冇錯啦，我哋親愛嘅村長、各位宗親、各位來賓，此刻讓我哋以最崇敬嘅心情，共同進入我哋今日嘅特別環節——追授儀式。喺紫陽100年嘅星途當中，有一班可敬嘅前輩。佢哋為終身事業默默奉獻，為紫陽文化傾注佢哋嘅心血。佢哋嘅身影或許已經係遠去，但係佢哋嘅精神早已融入紫陽嘅血脈同埋記憶入邊，成為永恆嘅光。今日我哋特此以此儀式，追授佢哋崇高嘅榮譽，以表達我哋最深切嘅懷念同埋敬意。請大家將你哋目光投射喺我哋身後嘅大屏幕。前社長朱白天、朱煥明追封配角街舞榮譽稱號。加拿大書士中真會前會長朱壽年、紫陽月刊前編委朱偉賢先生追封配角中堅榮譽稱號。前主編朱彬如、朱玉慶、朱兆光、朱賢峰、朱欣怡追封紫陽街舞榮譽稱號。前副主編朱達明、朱新長、朱柏光追封紫陽青鷹榮譽稱號。追封熱心貢獻獎稱號朱世美、朱榮譽、朱紅發。佢哋用熱心同埋行動傳承着宗族之情，佢哋嘅足跡化作紫陽人心中不滅嘅燈火。下邊讓我哋以熱烈而肅然嘅掌聲緬懷佢哋嘅功績，致敬佢哋嘅精神。我哋一齊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相信佢哋會聽到嘅。讓我哋銘記先賢，傳承精神。佢哋未曾遠去，佢哋嘅熱枕仍滋養着紫陽嘅未來。下面宣布頒獎禮成。